位伫咧民族路赤坎楼对面，这间白色外观有着几何造型的建筑，就是全台第一间高觉茶旗舰店。行入去店内，一间的装潢设计，并由专人介绍这个台湾高海拔出产的茶叶，和整个消费体验比干尊荣。创办人王贤明希望透过高觉茶的成立，会当让更多民众认识台湾的茶味，同时嘛会当帮助到农民行销。一般茶饮店在使用的都是属于那个中低海拔的茶，我们这边的那个茶叶的话，都是来自于梨山山区。它最低的海拔有1600，它最高的海拔2400甚至2500公尺之间。这些高山茶，这是可能以前没有人做这样萃取的那种条件。然后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帮高山的农民甚至原住民朋友们在种的茶，来推广到我们的台南，我们的一般的那个的居民，甚至因为我们这边赤坎楼嘛，会有一些国外的那个游客。这样把我们的茶叶推广到国外去。店内除了有高品质的茶叶，另外也针对年轻族群的喜爱，推出萃取技术的茶饮，就是希望会当让更多民众品尝到这高品质的享受。我们现在这边除了有传统的泡茶的那个茶叶在贩售以外，我们也有那个萃取，让年轻人可以接受的。这边萃取的茶也用的都是我们高山的梨山茶。冷泡茶的这个过程当中是现在消费者，尤其是年轻族群最容易接受的一种饮茶的一个方式。那茶饮不一定是可以当这个相关的一个主角，它其实也有很多的配角可以去做一个搭配。那尤其是跟年轻人的消费族群能够接轨的话，尤其是以冷泡茶为主，那高海拔的这个茶区的一个茶叶，更能够凸显我们台湾茶的一个特色。高觉茶主打台湾顶级高山茶，特别选用专门出产高端茶梨山地区，茶叶来源也是用大盘批发取得，而是向梨山茶农共同投入茶园客做。王贤明表示，这茶专程无靠他人之手，自产自制自销，一条龙方式。就是希望保障茶叶品质甲来源，让消费者领到上好茶叶风味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